第二章，兄弟啊，恁家己原知影，阮进到恁迄位，并毋是空空。阮从前伫腓立比受害受辱，这是恁知影，总是靠着阮的上帝，好胆伫大战争中，将上帝的福音传互恁。阮的劝勉，毋是出伫错误，毋是出伫误会，也毋是用诡诈，总是上帝既然验中阮，将福音托付阮，阮就照样讲，毋是要讨人欢喜，就是要讨迄个测验阮的心的上帝欢喜。因为阮将来无用过甜美的话，这是恁知影，也无藏着贪心，这是上帝通做见证的。阮做基督的使徒，虽然通互人尊重，却无向恁，也是向别人求荣耀。只伫恁中间存心温柔，亲像老母黏饲家己的细囝。阮既然是安尼听恁，不但愿意将上帝的福音互恁，连家己的性命也愿意互恁，因为恁是阮所听的。兄弟啊，恁纪念阮的辛苦劳碌，日暝做工，传上帝的福音互恁，免得互恁一人受累。阮向恁信主的人，是何等圣洁、公义，无通指摘，有恁做见证，也有上帝做见证。恁也知影，阮怎样劝勉恁、安慰恁、吩咐恁逐人，亲像老爸款待家己的囝儿一样，要互恁行事对得起迄个调恁进入伊国，得到伊荣耀的上帝。为这个，阮也无停会感谢上帝，因为恁听见阮所传上帝的道，就领受，无掠做是人的道，就是掠做是上帝的道。这个道实在是上帝的，并且运行伫恁信主的人心中。兄弟啊，恁捌效法犹太中伫基督耶稣内上帝的逐个教会，因为恁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，亲像因受犹太人的苦害一样。这个犹太人抬主耶稣甲先知，搁将阮赶出去，因未得到上帝的欢喜，搁甲众人做对敌，毋准阮传道互外邦人，互外邦人得到救，常常充满家己的罪恶，上帝的受气临伫因的身顶，已经到了极处。兄弟啊，阮暂时甲恁离别，是面目的离别，心却无离别。阮出力的想法度，真愿意见恁的面，所以阮有意思到恁迄位。我保罗有一两摆要去，只是撒旦阻挡阮。阮的愿望甲喜乐，并且所看的冠冕是甚么呢？兼毋是阮的主耶稣来的时阵，恁伫伊的面前徛得牢吗？因为恁就是阮的荣耀，阮的喜乐。